台湾政府要禁中国软体小红书一档，有国民党立委质疑政府是政治原因针对中国。去年有3个宪兵，一个资通电军做中国间谍，偷袭机密文件，专案确定判7档至5档10个月不等。12月初四暗时有超级月娘，是今年上尾一摆，全世界各地人是欢喜亚出亚出来。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中国的软体小红书伫咧台湾有超过300万的用户，不过即马要用无啊，因为政府指出讲小红书做治安审查，15项指标拢无合格。过来小红书是牵涉千外件诈骗案，是害人损失超过2亿。也为着要打击诈骗，政府宣布要禁小红书。这就引起讨论。那也就质疑讲，其他的社群平台这个诈骗的比例是比小红书更较悬，并且是第1名，7天诈骗案的通报超过5000件，也是安怎敢若禁小红书？敢是因为小红书是中国的？敢是惊中国来渗透？敢是因为政治的目的？另外讲毋是，就是为着要打击诈骗。Meta 会开这个名册 ，Instagram、Threads， 另外 Google、Line， 甚至讲是 TikTok 就是中国抖音的国际版。拢有按照台湾的法律来设立这个法律的代表，对政府的公文有回应，也治安的检测有下规范，要来处理诈骗案会当来查。不过小红书拢无来查。另外强调讲哦，小红书上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调资料，要来查诈骗案，无法度查。该因联络拢无回应，也来政部长刘世芳就讲，小红书无特地个人来支持。2013年，伫中国上海创立的 App 小红书，内容分享清查、伪装、甲生活等等。毋但社群平台，嘛结合电商的功能。伫台湾的用户有超过300万人。毋过经过国安局治安的检测，发现15项指标全部拢无合格，甚至从113年到今，涉入诈骗的案件已经有1706件，造成的财务损失要到2亿5千万台票。政府下令把小红书关起来1年，是引起讨论甲部分的民怨。有一些诈骗案件没有办法配合政府的追查，另外也是还有一些资安的检测并没有合格。那我们尊重内政部的决策，也表达我们的支持。不过国民党质疑讲，台湾去年哄骗500亿，过去30天通报疑似诈骗的信息总数超过7万多条。甲其他的社群平台来比，小红书恐惊连前3名都排袂到。质疑政府是掠细汉的放大尾，选择性执法。很多涉诈的严重性远高于小红书。为什么诈骗网站不先下架？为什么钓鱼网站不先下架？为什么这些涉诈情况还严重的就没有问题呢？包含连 TikTok 这样的平台，在国内处理诈骗的时候都愿意配合，但小红书里面的诈骗呢，这样一直已读不回，然后在台湾也没有落地的状况之下，只好祭出这个限制接取这样的一个措施。刘亚华讲，即马支持小红书都是支持诈骗。新北勇表示，目前的手段是照调亚共同修订的打诈专法来进行。佮讲小红书核心的问题都是袂当查，所以政府才会做出停止分析、限制接收的决定。这些呢都是在打诈42条的条例里面所规范的范围之内，我们是依法行政，从来不管台湾的法治。那这样子的话是视我们的打诈这个条例于无物，这样子的一个小红书，值得我们去支持它吗？当然不值得。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讲，今年10月14都已经透过海基会函请小红书母公司提出具体改善的作为，不过并无得到任何的回应。强调台湾是法治的国家，敢会当以早期犯罪防治紧急事件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驻守总统府人讲是天下第1名宪兵李11赢，去年讲哦有间谍，3个宪兵一个资通电军翕军事的机密文件卖予中国，收中国784万，也立审判这4个人7档至5档10个月不等，其中有3个人提出上诉，拢予法院来驳回，专案即马确定啊。收钱卖国会不会后悔？为什么要去当共谍？为了钱吗？
在法警的介入之下出现，这个挂手铐卡铐的，就是负责保卫驻守总统府的宪兵211营的中士赖中武。伊和驻通电军的上兵陈文和，对2021年开始，和中国的情报人员吸收，陆续找宪兵中士李永年、下士林如凯，以手机翕相的方式漏摄军中的机密文件，当中收押金184万，2审高等法依照违背职务受贿、违反个人法定罪，分别判处7年到5年10个月不等的徒刑。内面3个提出上诉，最高法院测试驳回专案确定。本院认为原判决量刑妥适，并无违法或不当。被告上诉均违背法律上程式，而驳回上诉确定。对于少数官兵违背忠贞叛国的行为，本部表达强烈的谴责。检方起诉这案的时阵，总统府捌讲中国长期渗透、威胁、打压官兵，因为个人的私利做出叛国的行为，让人感觉真可体。因为最近几年军人涉中国间谍案事一直发生，陆军马洪部有一个细孙的中士，在2022年做运输士的期间，因为欠钱无法执行，同款嘛是用手机翕联合作战计划才资料交予中方，和高检署照违反国安法定罪起诉，求处当刑12年。在2016到2019年的国安修法加严加重，在最近的起诉跟判例当中，可以看到确实有提高求刑跟量刑。中共对台湾的威胁跟渗透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样态，所以国安的法律确实有一些需要补强的地方。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讲，伊最近是提出了《海空军刑法》第24条的修正草案，面对伊建议机动对敌人效忠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发回调查立委做伙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专利卖婚礼的五桂鱼排17号高雄卫生局验到讲有动物的用药，想袂到卫生局讲哦，这是真员工甲机器的设定才会验唔到去，也就是讲，这个五桂鱼排正确检验结果是无验到动物的用药。即马当机卖回实的，伊讲责任会追究到底。对全联及云林的养殖业者因为卫生局检验错误道歉。市长当期卖出卫生局的正副局长甲养殖业者甲全联回实的，因为检验平台后台设定，敢若是去互圣诞的助理动骹手，地属婚礼的台湾钓鱼排验出禁用的药啊。卫生局测试已经报警，这名助理到底是调工的，还是无细致？卫生局表示，因已经溯源到今年度所过检验作业，目前确认出问题就敢若这笔。从业者提出质疑，然后我们开始再去了解。那当然到昨天，我们发现是电脑后台的这个部分，在一个过去没有人会去动，但是它对更动了它的设定，是这样子来的。你哪会确定讲是迄个助理叮当？因为迄个机器就是伊做的。卫生局表示，圣诞的助理该设定地属台湾钓鱼排验出动物用药了后，照规定也需求另外一名助理进行复检。因为正常来讲，袂去当机器的设定，因此检验人员拢是直接做检验，才会正做这么大的错误。这点因承认过失。市长陈其迈也强调，未来会加强流程管理，你包括检验人员甲主管的责任，拢会追究到底。必须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那也应该把药物的相关的检验平台重新校正标准化。这名圣诞的助理因为考到高普考，在1月测试已经离职，警方已经家己带过完成笔录，检方会持续调查收集证据。卫生局表示，业者的损失甲相关赔偿会比照国赔。目前检验平台作业暂停，高雄市的食品检验拢先送去外县市做。今仔日食药署也会来协助校正机器。记者柯家族顾朝阳高雄场报道。也行政院决定，2027年开始要全面禁止用喷来饲猪，也明年开始来转型，一寡猪农都真生气。讲哦，因过去这喷饲猪是到处咧喷，这个喷才袂蹲甲规世界，蹲甲规大堆。即马政府说讲禁止就禁止，无考虑到农民。即阵新北、桃园、新竹的猪农决定要暂停再喷，无要再喷，袂阁做免钱工。有认同无？有认同，举手嘛，安尼好无？好无？参加会议的用喷饲猪户大多数拢举手支持。8、6礼拜开始无要再喷，要互政府正视用喷饲猪的禁令真实的社会成本。对北桃竹来的用喷饲猪的农民，不满因为有因斗3工喷才无乌白乱弹，环境部说凊彩就讲喷的处理无问题，因只好互问题浮出来。 6日店家生意好，百货公司好，
拜一开始团扇就开始啊，爱处理啊，所以阮必须阮爱记准就爱行。人放掉卖个仔，拢卖叮当，互伊显现出在社会大众，安尼才有法度。协助气化喷的处理业者嘛出现伫遮支持，而且讲会以技术性的方式来互大家看到喷的问题。佮预估只要连续7天无去收，餐厅和团成业者就会将有感觉，就会当看出低浓的价值。因希望政府会当坐落来好好讲。真的未来产业要进步，要升级，我希望共同争取，我们把它争取下来。争取中心一定要做咱使用啦。上重要就是这迄落禽类下小料这不应该甲咱禁，因为这咱回土厝和鸡啊什么关系咧？即摆无市地嘛用袂着喷，但嘛是斗在地龙大声嗨，讲虽然政府有补贴油钱，但喷车定去分化抢空单，想到就生气。我今仔等2天，你2天的钱互我，司机钱、车钱你互我来在啊，我来等啊。对这用喷的市场互集结暂停清运，而且化为农业部爱设立主喷的中心。农业部长陈俊贵是表示讲，未来的方向未是甲青喷变作食喷的模式，是要采饲料化的模式。那未来如果说在跟其他的设备结合以后，它也有机会变成把这些可能的厨余变成饲料化。即摆已经有的主喷中心未来会帮助投资设备，甲转型做能源化和饲料化的中心，就是行日本的路线，甲喷甲变作生态饲料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讲要打击毒品，美军这几个月就针对加勒比海遐的哪像是委内瑞拉运毒船来发动攻击。也9月初二，美军是对共一只船连续bomb2摆，一个人都无要留，拢爱因死。也安尼做敢有合法性，就引起质疑。美国国会就请因的军官去报告这件代志。美军伫加勒比海轰炸，敢若像委内瑞拉卖毒集团的运毒品的船只，几个月来已经拍沉20外只的船只，造成80外人死亡。不过，对9月初造成11人死亡的迄摆行动，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头一摆轰炸了后，其实有2个人活落来并且落水。不过，就伫咧因想要爬登去船顶时，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甲因消灭，所以才有第2摆的轰炸，全部甲这运毒的人拢拍死。对着这轰炸行动是毋是牵涉法外处决，甚至违反战争罪，外界一直质疑。美国众议军事委员会甲参议情报委员会测试了开听证会，并且邀请当时的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布莱德利甲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到国会山庄来进行闭门的简报。Admiral General, what's your messag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伫简报内底，布莱德利上将澄清，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并无下令拢甲拍死。不过，回想2摆对共一只船开火，造成生还者当场死亡的现场影像，确实互一寡议员这个是真不安。But what I saw in that room was one of the most troubling things I've seen in my time in public service. You have 2 individuals in clear distress, without any means of locomotion, with a destroyed vessel, who were kil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 saw 2 survivors trying to flip a boat loaded with drugs bound for the United States back over so they could stay in the fight. 虽然根据5角大楼的战争法手册下令对无人者开火会明显上有违法，不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崔利对外表示，这攻击是合法的。Secretary Hegseth stands behind Admiral Bradley 100%. Admiral Bradley made the right call. 原来，这个美国南方司令部测试有个伫 X 平台发文讲，美军已经伫东太平洋对非法运毒的船只开火，拍死船顶4名男性卖毒的人。美国大动作扫毒，当时伫加勒比海苏武舰内进行军事袭击，对美国总统马杜罗形成真大压力。拜是马杜罗伫接受电台节目专访时，也甲主持人轻松讲耍笑，伊哪卡铁琴，哪讲北京公开支持委内瑞拉的主权，一日会阁切换成做葡萄牙语，对巴西人民的支持表达感谢。听讲这轻松的模样，其实外团和川普点名罗大伊已经大幅度来加强个人的维安，全面来戒备。公视新闻网络媒编译。罗西亚总统普廷昨访问印度，伊接受媒体访问，伊讲绝对袂为着停战来让步。乌克兰的军队爱撤离东部顿巴斯地区，若无罗西亚会继续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这边是回应讲绝对袂甲领土挂出去，也看起来这场战争要收煞，恐惊无遐简单。
恁的军队若唔赶紧撤离，就是换军来拍你。罗西亚总统普廷接受今日印度访问的时阵，佫一届来警告乌克兰的部队爱赶紧撤离东部顿巴斯地区。对着结束战争的条件，伊拒绝做任何的退让。目前顿巴斯地区有85%的土地予罗西亚占去。美国总统川普进前才讲，伊的谈判代表团伫咧莫斯科讨论美国提出的和平方案的时阵，认为普廷会想要结束战争。The United States and President Trump, indeed, they have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why it needs to end and as soon as possible. Incidentally, humanitarian issues. 普廷讲，伊甲川普的特使维考夫，抑个警司库什纳咧会谈进前，无看到美国提出乌克兰和平方案的新版本，内底有一寡内容，伊嘛袂同意。 They simply broken down this 28 and later 27 points into 4 packages. Okay. And they suggested we discuss 4 packages. 普廷是无讲问题出伫咧倒位，但是目前抑个有2大问题超袂好势，包括罗西亚占领乌克兰土地要安怎处理，抑个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乌克兰这边讲，因绝对袂甲罗西亚抢走的土地就安尼送出去。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强调。 发起战争的是罗西亚，因无应该因为安尼来得到任何的片头。另外，英国这边，英国一个负责人 Sturgis 风头神经毒素过往的这件代志，英国方面调查认为，罗西亚总统应该爱负起道德的责任，毋过罗西亚到当时也阁无要承认。若这件代志是伫咧2018年3月，普廷叫人伫咧英国将罗西亚的 Spice 拐捕，甲伊的查某囝头互死。 2个人伫咧公园中毒，煞会昏迷，好在加在有救倒转来。但是伫咧同一年的7月，英国一个负责人 Sturgis 甲伊爱人啊，伫咧粪扫桶捡到一个药罐啊，掠准讲这是芳水，就甲喷伫咧手的。结果这个负责人就安尼过网络。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伫咧2022年时去造选，煞防弹事，也迄个嫌犯呢，最近是出庭受审。头一届对安倍的家属来回实咧，也嫌犯讲哦，伊是统一教的受害者，才会对统一教有关系人物来开枪。毋过伊本人对安倍晋三并无冤仇。 这是2021年7月初8中昼11点半左右，三雄铁亚伫犯案了后，予安全人员当场逮捕压制伫涂骹的情形。3年多以来，这案拢总是做14摆的开庭审理，测试是第5摆对被告的讯问。日本媒体报道指出讲，真正捌出庭的安倍昭惠，测试并无出现伫法庭。 根据突媒新闻整理的法庭记录，三雄铁亚伫法庭顶悬讲，因兜都是统一教的被害者，所以和统一教有关系的政治人物嘛变做伊报复的目标。不过嫌犯嘛指出讲，伊对安倍晋三的太太安倍昭惠完全无羞愤的意思。另外，伊嘛同款有亲人过身的经验，伊对犯案造成安倍家族的伤害，家己认为讲无任何会当辩解的所在，伊嘛知影家己做唔对啊。这嘛是三雄铁亚真侪摆出庭以来，第摆对暗杀安倍晋三表达歹势。另外，伫三雄铁亚被逮捕了后的2022年7月到2023年1月为止的半年，所法单位特别详请台办红十字病院的精神科医师何定勇对嫌犯来做精神状态鉴定。特别新闻讲，三雄铁亚迄当阵对医师讲，伊真正要保护的对象是统一教，只要会当伤害统一教就好。另外，日本政府2025年3月下令解散统一教，三雄铁亚伫咧庭审内面嘛讲，伊对这表示感谢。医师落尾的鉴定是认为讲，嫌犯的犯案是因为家庭因素含伊本身的个性，未当认定讲是精神状态问题。后一摆嘛是上尾一摆的开庭的日期是12月18，检辩双方会做最终辩论，相时检方嘛会提出具体求刑，结果预定伫2026年的1月21公布。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也2021年，有人伫咧美国国会放炸弹，这案经过5档的调查，司法部长宣布讲有抓到嫌犯。这个嫌犯伊30岁，住伫咧维吉尼亚，也嫌犯因阿嬷讲哦，因兜无支持任何政党，无可能是因孙做的。 2021年1月7日暗时，花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加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附近，互人放管状的炸弹，无日无隔日下晡被发现，安全拆掉，无造成人员伤亡。不过因为案发的时间点，多伫川普的支持群众冲入国会山中抗议2020大选结果，是要干扰拜登当选进程过程进行。代志勘察敏感，一直互司法单位列为重大案件来处理，出动大批警员。现场50万美金，找找破案的线索。
就伫1月7日国会暴动事件进前，司法部长邦迪初时伫华府开记者会宣布侦破这案件，嫌犯是30岁，住伫维吉尼亚州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布莱恩·小库尔。联邦调查局提出嫌犯穿有帽啊、长袖黄的衫，伫国会暴乱前一暗，伫案发地点活动监视录影会面。伊伫2019、2020年被捕的造赃物，案发当日行动范围的手机数据，拢交予法庭作为证据。Today's arrest happened becaus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this case a priority. The total lack of movement on this case in our nation's capital undermined the public trust of our enforcement agencies. 嫌犯阿嬷接受美国纽约邮报访问的时阵，否认伊的孙仔涉案，佮形容有点仔自卑，无任何政治倾向，讲伊连一只好心拢未伤害。过去5年，这案件捌连续找唔到对象，甚至也有咧讲阴谋论，讲这是一件 FBI 热心通过过案件。参加记者会 ，FBI 副局长邦奇诺今年1月还未上任进前，也佮伫节目内底表示，华府炸弹客是 FBI 史上上大见效代。佮讲 FBI 知影炸弹客身份，啊毋过无想要公开。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今年上无一摆超级月娘，伫咧12月初4这个暗时哦，月娘是比平常时搁较大、搁较光，也全世界各地人是欢喜野手机啊出来翕相来欣赏。超级的月娘佫来咯！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南美洲的智利、阿根廷，到欧洲的德国、英国、中东的叙利亚、埃及、南亚的巴基斯坦、印度，这是即天拄好是适合看天顶、观星赏月好天气。民众拢摕手机，要甲即个真圆佫真大的月娘，该翕落来，该收藏起来。Me encanta. A mí, mira, imagínate que tengo un tatuaje de toda la luna, de todas las fases lunares. Nada, me encanta la noche, las estrellas, la luna más. Es algo muy lindo. La verdad que me gusta mucho. 地球是地球的轨道是草杆仔形的，距离会伫大约36万到40万公里中间来变化。当满月离地球大约36万公里内底，也是接近上晚近地球的前10%区段时阵，月娘看起来会比平常时大14%，光30%，就比清水超级月娘。The supermoon is most beautiful when it's compared to something on the horizon because the eye can figure that out a little bit better. You know, when we look at the moon in the night sky, there's nothing to compare it to in terms of its size. But when you see it on the horizon next to some trees or some buildings or some iconic structure like the Eiffel Tower or something, then you see that you can really sort of, the mind plays this interesting game. It's kind of an illusion almost that, wow,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moon. 天文专家指出，这种现象一年一般会出现3摆到4摆，不过对今年10月到明年1月，却是连续4个超级月娘是真少真罕咧看。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这月娘是安怎来的？根据科学家上新的研究指出，讲45亿年前有一个号做地矮行星，伊是地球的厝边所启动着地球，也遐残骸集做伙，转变做月球。在古希腊的神话当中，掌管公平的女神狄亚是太阳甲月亮的老母，所以伫1946年出现的大小龙理论，就甲40几亿年前弄地球了后，甲地球结合的行星，号名号做狄亚。Theia, we believe, is an ancient planet that smashed into the Earth about 4.5 billion years ago. It was probably around the size of Mars, and when it smashed into the Earth, it essentially demolished itself. It kicked up a lot of debris into space, along with some of the Earth, and over time, that debris coalesced together to form the moon. 45亿年前，也就是天文学家估计咱一个太阳系出世的时间。根据德国麦克斯普朗克太阳系研究所 MPS 伫科学学术期刊上新发表的论文，消息的狄亚行星是早期地球的老厝边，不过比咱更较靠近太阳。We're talking about a planet that doesn't exist anymore. Theia hasn't existed in 4.5 billion years. It was completely vaporized, essentially, and yet with a good amount of precision, we can figure out where it came from.
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地球甲月球岩石的建本当中所找到的各种矿物同位素。科学家认为讲，地球伫初期就已经形成上内层的核心，不过地壳也有地壳甲核心之间的地面，都包含真侪其他星球的元素。美国阿波罗计划炸断来的月球岩石建本，也有地球的岩石建本当中，都有不哩啊侪铁金属同位素。研究团队认为讲，这当证明地下行星落落去了后，和地球合作一体，飞出去的残骸是正做月球。If you can determine Thea's own isotope ratios, you can determine where it came from. In this case, it shares very similar ratios with objects in the inner solar system and a bit closer to the Sun than we are. So that is why it's suspected Thea was probably closer to the Sun than we are, and that we are neighbours. 科学家指出，地下行星伫太阳系位置，大约是伫地球甲太阳之间，也就是人咧讲的 L4到 L5，拉吉隆热点离地球40万到150万公里。因为金星引力地势上尾弄地球了后来消失。科学副署长认为讲，这就好亲像解破一盏太空迷杀案的谜，好科学界是真欢喜。公司新闻徐家人朋友。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后礼拜一同这时间再会。